烧烧真正是稀微，高原猪肉菜团阿爸，气温湿啊声吹，公务员变做地做，压力大搁互相指责，到底是安怎的世界？案件若无过关卡，背后势力就比民来。迄路检察官一句一句为真相发声，不是笑，不是害人，是替无写的人出声。迄路检察官。若是正义变做笑话，这世间要安怎守着？正当人物就爱谦卑，面对公民这个社会，会议内底情绪飞，一句一句伤人心底。资讯应该爱透明，市情袂随暗暗行，起将的声谁要听？逐摆拢是替做命。社用一罐空间，几亿里流去无人问，理智的人看袂过，良心幽怨的做声，优秀的人袂受保护，才会变做一种痛。若冤家分离的话，一世人路就断送。去站到底要安怎行？啊，你拉线要安怎行？写袂完的答辩章，拢讲是小人物的错。我是无勇气反抗，是惊未来无路。这种无声的恐怖，比判决搁较沉重。一句笑当当啊，压袂倒阮的脚步声啊，亲去一条一条摆，不是彼是命运安排。作品决定看真正，不是口才是当量。若是正义变做过，这个世界要安怎过？迄路检察官，苦大嘛爱行这条路。真相若是无人讲，这世间就袂。
想想真正是稀微，高悬自目在团阿爸，记阮小甲声声催，讲有伊变作体做。啊，你大搁互相指责，到底是安怎的世界？案件若无过关卡，背后势力就比。一句一句伊真相发声，不是啥，不是害人，是替无声的人出声。Hero 检察官，报案内底有冤有公，若是将伊变作笑话，这世间要安怎收场？真当真。着爱谦卑，面对光明一个社会，会记内底情所悲，一句一句伤人心底。事实应该爱透明，是这每时暗暗行，起正的声声要听。心犹原在做声，优秀的人袂受保护，正直变做一种痛。若还价还你的话，一世人留着断送。起站到底要安怎去？啊，你若煞要安怎行？谁袂怨的答辩，拢讲是小情妇的错，袂是无勇气反抗，是叫未来无路通行，这种无声的恐怖，被迫跋扈到沉重。争取一条一条牌，不是彼是命运安排。告别法庭看真章，不是靠在是等。